各位兄弟平安，今仔日是6月21，是咱的这个灵修的时间已经到，望上帝帮助咱，互咱会当透过上帝的话来安定咱的心，互咱的心伫主的内面会当得到安慰，得到帮助。咱掀开圣经，请咱来掀开圣经，伫诗篇119篇113节到128节。诗篇119篇113节到128节，咱透过这段的圣经来读，望上帝帮助咱，互咱对伊的话会当来明白甲了解。诗篇119篇113节到128节，若有显着咱做伙来读，若无咱有会当照着咱的 PPT 人好来读这段圣经。诗篇119篇113节，两样心的人是我所怨恨，独独你的律法是我所疼惜。你是我闪避的所在，阁是我的盾牌。我伫你的话有望。做歹的人啊，忍着离开我，互我通守我的上帝的诫命。求你照你的话扶持我，互我活，也无互我因为所望的来见笑。求你扶持我，我就得救。我要常常对重你的律例，既若行岔路，离开你的律例的人，你看轻因，因为因的诡诈是虚假。世间的歹人，你拢甲因除去，亲像切胎。因为安尼，我疼惜你的干净的话，我因为敬畏你，我的肉就喘。你的判断也互我惊吓，我秉公行义，求你毋通将我放伫互压制我的人，求你保证你的奴仆通得到好境遇，无得互骄傲的人压制我。我因为望你的救恩，甲你公义的话，直到目睭花。求你照你的慈爱款待你的奴仆，将你的律例教示我。我是你的奴仆，求你互我智慧，互我会知你干净的话。现今通是耶和华行代志的时，因为人废无你的律法，所以我疼惜你的诫命，赢过金，也赢过好金。所以你一切教示万事，我拢掠做正直，佮我怨恨一切的邪路。阿们，愿主上帝来祝福听伊话的人。亲爱兄弟姊妹，咱今仔所读的圣经是伫诗篇的内面。诗篇咱会使解说，敢若亲像咱咧唱的圣诗甲诗歌共款。以早的以色列人，因若咧读圣经的时，因会唱这首歌，特别是诗篇的119篇，这是因咧读上帝律法的时所唱的一条的诗歌。总是咧唱的时，咱就知影，这个世代真侪人无听上帝的话。甚至真侪歹人咧猖狂的时，总是咱是毋是有照着上帝的话来行？圣经内面时常来甲咱教示讲着敬畏耶和华，所以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，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。所以望上帝来帮助咱，互咱会当对上帝的话内面会当得到智慧，得到帮助。特别伫即马即个世代内面，真侪人无照律法来行。为什么咱基督徒就照上帝的话来行，就听谈主的话，并且会当照着律法来行？因为照着律法来行的时，咱才会通伫即个环境的内面，才会当有一个即个照着上帝所安排的即个规律来行。所以，包括咱顺服伫即个官兵的时，意思嘛是安尼，咱会当伫官兵的即个顺服伫官兵的内面，互咱会当守即个法律，会当守即个规定，互咱的即个世间，互咱即个世界会当得到一个真有顺序、一个真有平和、一个真有即个安排的即个环境的内面。所以遵照上帝的话，咱就听探上帝的话，照着上帝的话来行，才会互咱的人生会当有一个顺序，有一个安排真好的安排，有一个真好的即个环境，互咱会当来照着顺序来行。所以，望上帝来帮助咱，互咱会通知影遵照上帝的话，才会当得到律法，才会当得到安全，才会当得到帮助，才会当互咱会
会当来伫上帝话内面会当来平稳。特别伫即马即个世代内面，咱实在需要上帝话来帮助咱，互咱逐工会当照着上帝话来行的时，互咱会通来真正来看见上帝，互咱的每一件代志拢会当照着顺序来行。特别即个所在内面，咱的圣经内面讲着讲，所以我听小你的诫命，赢过金，也赢过好金。亲爱兄弟姊妹，望上帝帮助咱，互咱听小主的话，赢过好金，赢过遮所有的即个宝贝。互咱会当来看见上帝话，互咱万事拢会通真做正直，会当行伫上帝路的内面。望上帝帮助咱平安。